多謝呢位朋友嘅真實分享啊！佢就好不幸嘅喺3月頭咧就俾一個大狗襲擊，佢嘅面部嚴重嘅受傷啊！做開5個小時嘅手術，縫開70幾針啊！但係好慶幸咧，有朋友幫佢分享樹都度，咁你每日就食4包嘅樹都度。你睇依家個相啊，縫針嘅傷口嗰度啊，個70幾針啊，你睇依家係咪好靚咗？喺短短嘅3個星期，所以佢嘅見證大家一定要聽晒，好值得大家去明白。佢知道樹都度佢真係天然成分，喺入邊嘅 IPPL1 非常之好，係我哋每一個人呢都值得去服用嘅一個functional food。Hello， 我係阿蘇，我今年52歲。喺3月1號好不幸咧，我就俾一隻大狗諾威納襲擊我嘅面部啦、耳仔同埋頭部。我當時咧係受傷得好緊要，全部嘅傷口咧都咬到傷口好嚴重。咁我入咗院咧就連咗70幾針，我嘅手術咧都進行咗，大約係需要5個鐘頭。喺我住院嗰陣時嘅第2日，咁有個朋友咧就介紹我食 Sharuto，早上2包，晚上2包，一日就4包。咁食咗14日咧，我發覺我嘅傷口係復合得非常之好嘅。咁我就俾大家睇下我嘅傷勢。我都覺得我嘅面部係光澤咗好多，同埋復原得非常之好。